應該喺早上較溫暖嘅時候幫 BB 沖涼。室內嘅溫度要保持喺24至26度之間，唔好靠近冷氣機口或者風扇位，以免冷親。冬天嘅時候，你可以開定個暖爐，將室內嘅溫度提高。飲完奶之後，最少要等1個鐘頭先好幫 BB 沖涼啊！如果唔係，會好容易嘔奶㗎。沖涼之前要預備衫、毛巾、尿片、油濕巾、護臀霜、沐浴露、棉花球、消毒酒精同凍開水。先放凍水，然後放熱水，用手踭試水溫，或者用量度水溫嘅溫度計。適當嘅溫度大約係37度左右，而水嘅深度唔可以高過浴盆嘅2/3。可以加入適量免過水沐浴露。洗頭之前，先除咗件衫，用毛巾將 BB 包好，清潔頭髮可以用條小毛巾抹，或者用一把小梳幫手。洗完頭之後，先抹乾啲頭髮，以免冷親。沐浴前用油濕巾清潔臀部，由上而下。男仔要反開陰囊清潔，而女仔就要清潔陰唇皮膚。幫 BB 沖涼嘅時候，要用手托住 BB 嘅腋下。留意清洗腋下同大髀嘅接位。洗完前面，洗後邊。上水之後，盡快用毛巾抹乾身體。然後着返尿片。清潔眼睛、面同耳仔，可以用濕咗凍開水嘅棉花球抹。由眼頭向眼尾抹開，每次只可以用1個棉花球。抹完之後，睇下有冇污糟。抹臍帶要用70% 消毒酒精棉花球。臍帶多數喺7至14日之後自動脫落。最後就幫 BB 着返件衫啦。水溫唔可以過熱，先測試水溫先至好放 BB 落水，以免淥親。浴盆水唔可以太滿，以免浸親。附近嘅環境要整齊寬敞，以免跌倒。沖涼嘅時間大約係3至5分鐘，以免冷親。
沖涼嘅時候要扶起頭部，注意耳鼻口千祈唔好入水。